多謝大家。多謝大家叫咗好大聲嘅 N 哥，我頭先喺下面半山聽到你好大聲叫我個名。我而家喺個台咧講你避開啲字水，因為嗰啲字水好跣啊。好心。OK。我頭先一路都係講緊廣東話嘅，我想知有冇啲朋友係唔識聽廣東話㗎？冇。冇㗎，OK。咁係咪應承咗我哋會去下一集睇啊？係。多謝大家，我知道今日其實有好多除咗廣州嘅朋友之外，亦都有好多香港嚟嘅朋友，係咪？多謝，仲有我頭先見到成都嘅朋友，多謝你，我好快就會去成都啦。然之後嗰邊有梁永亮，你有冇睇到嗰邊有兩個牌係特登俾你㗎？喺度嗬，因為今日大風大雨，所以佢哋用木膠遮住咗，係隔開咗。係啊，今日係梁永亮嘅生日嚟嘅 ，Happy Birthday！梁永亮咧係我咁多年嚟每一個演唱會嘅音樂總監。咁就其實我上一場演唱會有講過，原來今個月係我出道40年啦。我同你就都識咗40年，39啦，我其實。我哋5歲就識㗎啦。OK， 咁其實咧喺我出道嘅時候咧，我哋喺香港咧係所有嘅歌曲咧都係有好多都係外語歌去改編，當時就冇咩原創嘅作品。咁有好多係我自己中意聽嘅一啲英文歌啦，或者一啲日文歌啦。咁然之後咧就將佢改編咗。咁好多謝你哋中意呢一啲歌。呢啲廣東歌喺我嘅音樂嘅歷程入邊係佔咗個好重要嘅部分，亦都可以講話我嘅音樂起點係由廣東歌孕育出嚟嘅。所以今日好想同大家分享呢一首25，希望你哋會知道係咩歌，希望你哋會中意。到底
多謝。再見悲哀也什麼都可以坦蕩，未在乎誰是錯。我兩眼合上失去什麼，是非也掠過，別固執到問一切為何，在現實感恩我不已被淚流住我，什麼的太多愛似自然地度過。回復身心最初，面對心鏡內一片平和，要聲瞬間閃過。除了心，只有心可以解心鎖，煩惱多，因我要得到。未似沙經自然，怎會有風波？有惆悵，亦有了恆河。情路太彎，工作過，當時光經過，感動的愛，當做一次前錯。沿途上遇上什麼都欣賞我，投入時便快樂一起過。在現悲哀任何不再計較任何結果，什麼都可以坦蕩，未在乎誰是錯。我兩眼合上失去什麼，是非也掠過，別固執到問一切為何，在現實感恩我不願被淚流住我，什麼的太多愛似自然地度過，去到最尾就如願不忘我，回復身心最初，面對心境內一片平和，這麼最好不過。傻也好，知也好，因你記得多，忘記的比你記憶多。懷念最好，我便會繼續愛惜我，感動的愛，你再不顧結果。人全沒在世，就此沙粒跌過，誰又曾為了誰都跌過？在現悲哀因我不再計較任何結果，什麼都可以坦蕩，未在乎誰是錯。我兩眼合上失去什麼，是非也掠過，別固執到問一切為何，在現身感恩我不已被淚流住我，什麼的境界都愛似自然地度過，去到最尾就如願不忘我，回復身心最初，面對心鏡內一片平和，這麼最好不過，這麼最好不過，全是一種經過。謝謝，多謝大家。我喺呢度要感謝我哋嘅全程主辦 CMC Live 華人文化，同埋我哋今次嘅主辦單位華星演藝，同埋我哋嘅演出統籌 Sony Music。感謝公安、文化、消防、交警等部門嘅大力支持，多謝你哋，同埋亦多謝我哋台前幕後嘅好多嘅每一位勞苦功高嘅工作人員。特別想鳴謝我哋嘅音樂顧問常石磊老師同埋周天慈老師。咁請大家俾多啲掌聲，以上嘅每一個單位。跟住落嚟，我想多謝我嘅樂隊，我首先由呢一邊介紹。On bass 係我哋嘅 Damien。On guitar Tim。另外我哋有一位吉他老師，好朋友黃仲賢老師。On keyboard 我哋有 Mr. Rico Cristobal。On
drums Jonathan，多謝。跟住介紹呢一邊我哋嘅和音老師 Fiona、Ivory， 仲有我哋嘅 Pearl 同埋阿 Sean， 多謝。另外咧就係我哋嘅電腦程序 programmer Joey J-Lo， 跟住就係我哋嘅音樂總監，今日 Happy Birthday 嘅倫永啦。然之後咧，多謝同我一齊演出嘅表演者，由我哋左邊先介紹。首先係有 Pinky、Tommy、阿威、Boris、TY、實驗同埋 Donald。請大家俾多啲掌聲。跟住呢一邊我哋有 Terry、Ken、阿 Charles、Alex、Tissue 同埋 Summer， 多謝。同埋我哋嘅舞蹈總監泰京老師，多謝多謝。最後係要感謝今日到場嘅各位朋友，多謝晒你哋。希望大家唔好冷親。咁我哋不如喺呢個時候嚟一個大合照好唔好啊？好！準備好未？我哋嘅攝影師準備好啦。呢度啦，睇到條熒光棒。準備。冇晒呢啲歌嘅。朝早撇得啊，冇品味呢樣先冇道德嘅。Thank you， 多謝每一位朋友，多謝廣州，我哋下一站常州見。拜拜。多謝大家，再見。風大，翻去小心。